台南市南区在地海鲜批发商王木生先生，细汉时阵因为家庭经济无好，互伊知影甘苦人生活辛苦。现在伊事业有成，决定要回馈社会。27日暗时，伫大兴路一段举办寒冬送暖社区友爱活动，宴请南区在地的弱势朋友食大餐。因为我细汉是艰苦人吼，我知影这买个时阵，也要食一顿较好的，拢较困难。所以我今日有一碗饭通食，我食半碗，半碗分互这弱势团体来食，会当享受到因一点社会互因的温暖。活动即天，立委林俊宪、市长席秘书林依婷、南区区长肖秀华、胜利电台董事长李明威，以及侪地方民代，也拢出席表达对王木生爱心团队的肯定。伫这个所在吼，再次来感谢咱木生兄吼，那么希望讲社会汇集大家的力量，咱会当互咱的社会吼更加温暖、更加幸福。其实吼，住伫台湾吼，像咱即摆个咱活动啦、聚会啦、食饭吼，这已经足无简单啦，这全世界都可以讲得到。所以身为台湾人哦，真的是很幸福但是有更多的爱心让台湾社会也可以说更加的温暖。寒冬送暖送社区友爱第2届举办的一个公益活动，那非常感谢王董事长这2年来一直帮助我们南区好多里的一个弱势团体。那在这边非常要感谢他，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个爱心，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小善，很多人会认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可是他认为说他能力做得到的，他都很乐意跟我们社区的所有人、所有的里民一起来分享。区公所为了表扬王木生等人的成绩，区长肖秀华也一一颁证感谢状，给每一位出钱出力的善心人士以及单位，希望会当唤起偌济爱心团体加入关怀弱势行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